大家平安。咱礼拜要开始后，打着手机啊，请你关机或关震动，咱同心来敬拜。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时，咱来吟圣诗85首，无限灵光甲学乐，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祷。亲爱的爸，你叫阮凡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和你有甜蜜的交通，让我能安静地等候神，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圣灵的引带，透过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日夜的每时每刻都能行走在正直的道路上。感谢主，你的爱让我们不再有罪的捆绑。我们赞美称颂你。我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予阮，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借着你的话改变阮，使我们都能得着你的欢喜。恳求你，互阮将你的话藏伫阮的心内，成为阮生活的力量。这时，我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你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袂赦免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这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圣诗388。这时，咱来掀开《启示文》第11篇，也是诗篇第32。我来替大家来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要点点唔认罪，就规日嗨嗨餐，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每日重重定发我。我的精力亲像互热天的日头晒甲打去。我有对你的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你是我闪念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就用马甲姜、马力索约束，才会瓦近你。歹人会受真济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四面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是咱来讲听上帝的话。去
记载到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至9节，我用现代第一本来念。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的厝，伫坐倒食饭的时，有一个妇人人来，摕一罐药盘，内面滴满尊贵、尊阁贵的哪达香油。伊讲破药瓶，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有一寡人真生气，互相议论讲：若着安尼浪费香油，即罐香油会当卖300外银来救这散车人。因就甲伊责备，毋过耶稣讲：毋通甲因动，若要搁甲因刁难，有一个做我一项好事，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你若要不管时，拢会当帮赞因。不过我要不时甲恁做伙。这个妇人人已经尽力做啦。伊先用香油抹我的身躯，准备我的埋葬。我实在甲恁讲，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人拢会讲起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以上，咱即马时来学录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注意学来学录。感谢主宇宙真好的歌声来学罗上帝。这时咱要请本堂的林耀新牧师来正道，要正道的题目是犹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感谢平安，愿主的平安甲咱时常甲咱生活伫地。今仔日是咱即个中秋主日，对于咱今仔日开始煞接规个礼拜是咱规个即个教会节期内面一个真要紧，就是受难周的开始吼。对今仔日开始就受难周的开始。伫咧咱的即个受难周对中秋节开始，就是耶稣安尼，迄个叫做讲安尼光荣进城吼。伫咧光荣进城了，规即一礼拜内面，耶稣有真济的即个活动，即个活动是要安尼为着伊国来。要伫咧即个受难日吼，伫遐安尼受审判了，受钉死伫咧十字架顶，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承担做世间人的罪。所以咱规个基督教的信仰内面，一个真要紧，就是即个安尼对主的受难，一直到主的国啊。如果主伊若无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承担咱的罪，搁伊若无来过啊，安尼咱所信就拢归伫空空。所以咱透过咱安尼对即礼拜开始咱安尼就开始要来想念耶稣伊的安尼所行所做。所以咱嘛欢迎咱所有众兄弟会用伫咧咱的对礼拜一直到拜四咱的延南8点咱拢伫咧教会内面会通。伫咧教会同齐甲耶稣同行苦路，还搁伫咱伫咧拜五时阵咱即个延南的7点半，要伫咧三星教会，咱要邀请咱大家人同齐，甲着咱南阳区正教会来参加联合的圣餐礼拜。所以咱鼓励咱所有正兄弟，伫咧咱即个受难周的即个期间咱会通尽量拢。莫有宴乐，甲着旅游。伫咧教会有个教会兄弟，伊会对迄个大斋节期咱伫咧即个大斋节期开始，即个紫色的所在对大斋节期开始就开始禁食祈祷。有个人是一天禁食一顿，有个人是只有安尼干那啉白滚水。如果咱若是本身就是迄种拢是一天内底进一餐呢，亲像牧师咧做168的安尼迄个无算禁食除非你伫咧迄段，你伫咧即个禁食的期间，你有伫遐专心祈祷、读圣经。另外一种的禁食就是，如果咱若原底本地咱有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有亲像讲，你有真长的时间伫遐安尼原地本地，你有惯势伫遐咧滑手机的人，是讲你真沉迷伫咧看电视的，是讲迄个耍网络游戏的，是讲你有烟瘾的，等等这的，咱会用趁即个期间内面会通来甲伊操练咱的禁食，就是伫咧即段期间内面，咱就安尼减少咱滑手机，减少咱看电视，减少咱的即个网络游戏，减少咱的即个烟瘾，甚至会用伫即个期间来安尼解分搁较好趁即段期间咱会用来操练禁食，所以咱会通透过即个大斋节期，一直到咱安尼规个到过偌济进程，即段期间咱会通好好来操练。所以教会咱无亲像尤其是伫咧天主教天主教内面即个对大斋节期开始，因都有一连串的一寡的即个自信的即个亲像讲有个人伊就去即个修院去遐闭境
去遐安静，伫遐伫咧小院内面，伫遐读圣经祈祷，伫遐操练禁食等等遮个，咱的宣教内面较侪是对安尼中秋节开始，咱就开始伫遐安尼来伫遐操练，甲着主耶稣同齐伫遐来安尼，迄落同行天路，迄落苦路所以咱透过咱安尼会搁一摆来唤醒咱所有正兄弟，伫咧这段期间内面，咱会通好好来去安尼孝念主耶稣伊的所行所做，咱同心来祈祷。本咱的主，阮搁一摆将阮本身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的话不断伫阮的内面来引带阮，圣神来启发阮，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中来得到快乐，得到帮助，也互你的话时常成做阮伫阮生活中即个路上的光，互阮来安尼伫阮的人生的路中，当阮拄着毋知要怎样，拄着恶担当的时，主你的话成做阮的亮光，成做阮的帮助。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给的圣名，阿免。咱照着咱即个教会即个节期的经文，伫咧咱今仔日若照咱的即个通用经课内面的即个原地本地安排，伫咧即个中秋节的即个主日阁是伊有分甲乙丙3年无共款的经文。伫咧咱今年是属于乙年所以咱若是伫咧即个乙年，咱应该爱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甲第15章14章总共有72节，15章总共有安尼47节，加起来都119节即个中间记载有侪耶稣的遮个记事，有耶稣伫咧伯大尼受膏抹，有犹大来出卖耶稣等等遮个记载，拢总伫咧咱的即个 PPT 的面顶。但是遮尔多的经文，其实会晓分享的物件真侪，所以牧师安尼无要拢总来分享，所以牧师就选第一个就是耶稣伫咧即个伯大尼安尼受膏抹，安尼即段经文，咱伫遐透过即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3节到第9节，即段记事，咱来伫咧即中间来去思考。伫咧即中间，伊记载讲有一个妇人即个妇女，即个妇女若是伫咧约翰福音内面讲，即个妇女是啥物人？伫咧咱今日经文，敢若讲有一个妇人人。但是若伫咧约翰福音讲，即个妇人人是即个马大的即个的妹妹，即个玛利亚。那若是即个迄个伫咧路加福音，是迄个安尼，毋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咧讲起着即个安尼。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起即个妇人人是马大的即个妹妹玛利亚，伊用着即个极贵重的即个即个香膏，叫做纯纳达的即个香膏来安尼淋伫咧耶稣的头壳顶。即个香膏伊讲叫迄个纯的纳达香油，即个。纯的纳达香油，迄个香油是啥物货？就是叫做干松，一种干松草。伊毋是木本的伊是草本的。将即种即个有草，即种草开花，即种草安尼安尼收集起来，安尼成做迄个芳的香油。佮即个香油一般伫咧犹太人过去。因是安尼，父母为着因的查某囝，安尼
一世人敢若安尼为因传一罐吼，所以就会通知影讲，即个香油本身非常的贵重。即个伫咧即个技术内面，不管是一个妇人人，是即个玛利亚，伊将即个安尼真贵重的即个香膏淋伫咧耶稣的即个头壳顶，耶稣却伫咧中间来学了伊的即个行动。这也要启发咱今仔日的即个主题叫做安尼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来。佫互咱佫一摆来探讨，伫咧即段即个主题内面，要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尤其是伫咧即个中秋节的时阵，咱会通佫一摆好好来去想。伫咧即个圣经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咱会通见证，侪人因伫咧面对各种的即款的即个困境甲着挑战的时阵。伫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内面，玛利亚伊用迄个咱讲真贵重的即个香油，真迄个纯的纳达香油，安尼淋伫咧耶稣的即个头壳顶，引起了迄个在场侪人的即个批评，认为讲安尼是一种的浪费。这也要来安尼展现了即个玛利亚，伊伫咧面临即款安尼迄个困境。伊安尼，咱讲无端受到迄个指责吼，伊的行动，伫咧咱现今，咱有个人会感觉讲，这是伊家己个人的行动，甲我无关系。但是伫咧迄个时代，伊的迄款的行动，却引起侪人的即个安尼不满，感觉讲伊即个行动，互人安尼认为讲是一种的叫做不明智的即个举动，也是讲叫做无价值，吼。感觉讲安尼将即个香油安尼淋规个规罐，迄种用足久的物件，结果规个拢淋伫咧耶稣一次性就甲用掉。虽然讲玛利亚伊的即个行动，咱被认为讲是一个不明智之举，但是伊对耶稣的迄款的安尼迄种的。迄个真诚，甲着伊的迄款对耶稣的迄个疼，却是一个无可取代。佮一个经文内面讲提起了讲有几个人因的心内无欢喜啊，即几个人安尼对玛利亚所做即件代志，心内有真侪的无欢喜。佮即几个人，咱若是去看经文的时阵，会发现讲即几个人佮毋是别人呢。马太福音讲啥物啦？讲这个是门徒啊，讲这几个人伫咧马太福音讲是门徒啊，门徒看见了很不高兴。佮讲即个香油淋伫咧耶稣的顶面讲何必这样浪费？若是伫咧即个迄个约翰福音讲。这几个人是谁？是迄个卖耶稣的犹大。因为耶稣，伫咧咱今仔经文讲耶稣讲，因为这个门徒不常有耶稣啊。一个跟对耶稣的人，跟对耶稣的门徒，因的心内却无时常有耶稣。安尼敢毋是一个真，安尼讲真讽刺的代志。可见，连军队耶稣的人，军队耶稣的这门徒，因嘛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安尼影响。因感觉讲这尔贵重的这个香油淋伫咧耶稣的顶面，叫做讲叫做讨债。所以咱会想象讲，今仔日咱若是安尼来讲，咱是毋是嘛有面临共款类似的即款安尼困境，甲着即款的挑战？当咱徛伫咧即个信仰的即个立场的顶面，咱的信仰甲着咱的价值观，也是讲咱的行为，咱有可能会受到即个外面即个咱
咱外界的即个批评，甲着即个质疑，就甲亲像玛利亚共款，咱伫咧面对即个世界，随即遮个世俗的即个价值观的时阵，以及咱去生活中甲着即个圣经内面的即个原则相冲突的时阵的即个情形下面，咱有可能会面临即个来对伫即个世界内面对即个社会甲着即个文化的挑战，甲着即个压力。亲像讲，咱伫咧咱的主日礼拜的时阵，为什么咱袂通出去佚佗？反正咱着爱去参加礼拜。佮为什么咱一定着爱安尼，迄落十一奉献？是讲明明牧师讲道就不怎么样但是却是佮着一定爱来参加礼拜。只好就伫咧咱的礼拜内面来滑手机，是讲咱像来伫遐来看更新、看周报杀时间，甚至若手边若阁有一寡其他的物件，也是讲包括做一寡代志来消磨时间。佮明明咱会通咱家己来做主，佮为什么会爱伫遐来迄落弃权，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做王？为什么会袂通来归荣光互咱家己？反正咱爱将咱所做一切来归荣光伫咱的主。佮咱到底咱看重金钱，是名声较悬过看重咱的主？等等遮的，咱拢共款面临到底咱是要尊重、顺探也咱的基督信仰的即个价值观，是要来安尼甲着即个世界共款的即个价值观伫遐来生活，迄款安尼的困境，这拢一直伫遐咧考验咱迄个心中是毋是时常有主耶稣。因为咱的主，伊当初时，伊嘛是安尼对遐门徒讲，因为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尽管即个玛利亚安尼伊面临安尼侪安尼受到迄款的批评、遮个压力等等遮个世间的遮个压力，但是耶稣伊却伫迄个中间来学了玛利亚伊的行动，伊。佮安怎讲？伊伫遐来讲安那讲众人拢爱伫咧全世界什么所在安那人拢爱讲起着即个福音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啊。即个人，即个福音人，即个玛利亚，伊所做诚做福音的一部分，永远互人纪念。这嘛拄好咧凸显耶稣伊肯定玛利亚。伊对主的迄款的真诚，甲着迄个对主的迄个敬拜，迄款安尼的迄个价值，甲着迄个伊对玛利亚伊的所行所做的迄款安尼的尊重。就算讲玛利亚伊即个时阵，伊若亲像面临迄款安尼的迄种安尼受到人的迄款安尼指责，迄款安尼的困境，对伊的行动的迄个质疑。但是通过耶稣对伊的迄个行动的接纳，拄好咧对即个世界来展示耶稣的迄个听，甲伊的接纳，甲着对伊的迄款安尼稳定。主耶稣伊透过着圣神的引带甲帮助，嘛要带领着囝仔迄个听伊安尼个跟对伊的人，要帮助因来行出因生命内面的迄款的困境。互因搁一摆来看见，因安尼跟对主并毋是无采工，因听主毋是无采工。所以当咱伫咧面对着即个世界安尼做遮个无下主的心意的款价值观，甲着迄个压力也是批评的时阵，咱的主伊透过着教会以及圣神，甲着伊家己的话，
要搁一届来激励咱、来鼓励咱、搁安慰咱，也要搁伫遐来帮助咱。上帝伊要安尼伫咱的个人的生活中，要来实行伊的恩典伫咱的生命内面，伊要互咱快乐、甲勇气去面对咱生命内面遮个侪的遮个困境，为着是要互咱伫迄中间领受伊的迄个疼。所以安尼，咱要怎样来去回应主伊对咱迄款安尼的疼？这是咱伫咱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内面，咱爱好好来去想的代志。第一个，咱安尼爱亲像玛利亚共款，玛利亚伊用着伊迄个上宝贵的物件来敬拜主，伊献上迄个上伊，咱讲伫咧迄个时代，迄个对一个妇人人来讲是迄个上珍贵的物件，伊伫迄中间献上迄个上宝贵的。来敬拜主，表明伊对主的迄款的疼，甲着迄个真诚，伊迄款对主的迄款的，咱讲毫无保留迄款安尼的疼。伊伫遐无，咱讲不计较成本，伊无伫遐来算讲我安尼所献的，吼，是毋是超过？伊只有干那伫迄中间，为着要表达伊对耶稣迄款的疼，甲迄个对耶稣的迄款的迄个。敬畏，这也提醒咱伫咧咱迄个伫咱的生活中，咱也应该亲像玛利亚共款，用咱迄个上好的来敬拜上帝。但是迄个上好的，毋是照着讲某一个人伊讲的迄款的上好，乃是伫咧咱个人，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每一个人。迄个啥物货是叫做上好的，咱就用迄个来献上，安尼互咱的主。拄较亲像当初时即个亚伯拉罕，当上帝安尼赏赐伊迄个唯一的即个独生囝的时阵，上帝伊怎样对亚伯拉罕讲？讲将你迄个上疼的囝以撒来献互我。亚伯拉罕伫迄心内有侪的迄款的挣扎，落尾手伊悠然顺服，伊来献上即个以撒。当上帝看见亚伯拉罕的心的时阵，伊的迄个心意的时阵，伊就伫咧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施落伊的拯救，为着因传一只迄个安尼当替代的羊羔。所以，共款，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要用着什么物件来献上咱对表达咱对咱的主的迄款安尼的疼。当咱咧献的时阵，咱讲开就讲，咱有献甲会有心痛的感觉啊无？就较亲像亚伯拉罕伊要献伊的囝，我相信伊伫咧迄个。当伊的刀举起来时阵，伊的心伫遐痛疼。这敢毋是上帝伊讲伊要赏赐互我的迄个安尼，要互我会通搁怪我的安尼后代要亲像安尼天边迄个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济的迄个即个后代吗？咱有欢喜来为着咱的主来献上，搁是献甲心疼安尼迄款的感觉。当咱伫遐咧献上咱的时间的时阵，也是献上咱的金钱、咱的才能，来参与伫咧教会事工，包括支持咱教会内面的一寡遮宣教的事工，也是帮助遮有需要的人。这拢是咱用着迄个上宝贵的方式，上宝贵的物件来伫遐来敬拜咱的主的一款的方式。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届当咱。伫遐咧奉献的时阵，咱会通真正用着真心实意伫遐来献上咱对咱的主，表达咱对咱的主的迄款的疼，甲迄个敬拜。第二，咱需要咱搁较侪会来体贴咱的主的心意。耶稣伫遐来学了玛利亚的即个行为，是因为伊的迄个行动
伊明白耶稣安尼特别咱也是看迄个经文，耶稣伫咧进前伊就已经伫遐宣告，伊搁过来，伊要接受即个安尼即个祭司头即个经学师对伊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安尼讲压迫。伊伫遐咧宣告，甚至嘛伫遐讲伊要受钉死伫咧十字架顶。所有的门徒伫迄个中间，拢抑搁伫遐咧要咧在意着即个玛利亚伊所献的即个香油倒伫咧耶稣的头壳顶，讲是咧浪费的时阵，玛利亚伊伫迄个中间体贴主的心意，伊知影耶稣伊搁过来伊要面临的迄个困境是啥物货。伊伫迄个所在，伊知影耶稣伊搁过来无偌久，要伫遐来受掠，搁受着审判，甲着要红钉死伫咧十字架顶。所以玛利亚伊用着伊的行动伫遐来表明伊对耶稣迄款的疼，甲着迄个理解，以及对耶稣伊来到即个世间的迄款安尼的支持。这样要伫遐来提醒咱。伫咱的信仰的内面，咱的信仰的生活中，咱应该咱嘛意识到，咱迄个耶稣伊所面临的迄款的困境，甲着迄个挑战，咱嘛需要坚定来徛伫咧主的迄边。像讲，当咱伫咧面对着侪咱的迄款的咱伫咧面对着迄个。咱生命内面的遐个困境，咱的逆境拄着侪遮个试炼挑战的时阵，咱有法度亲像玛利亚共款无？用着咱的信仰甲咱的行动来伫遐来体贴咱的主，咱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逃走，来成做耶稣的迄个见证人。因为咱对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段对。马可福音第14章一直到第15章，玛利亚伊所行所做，以及甲门徒的所行所做，咱会通伫迄个中间就会通看见。门徒伫迄个中间，包括彼得3遍的迄个唔认主，等等遮的。但是玛利亚伊确实伫咧迄个中间，来为着主伊的受难，伫遐来做陪伴。伊伫遐成做迄个主的迄个安尼见证人。所以主耶稣是安怎伫迄个中间讲起，就讲伫逐世代人拢要讲起即个妇人人为伊所做的。第三，咱需要继续来伫遐坚持咱对咱的主的迄款的信仰。耶稣伊伫遐来学了玛利亚的行动，是因为伊超越周边的人侪的迄款安尼的迄个评论。甲着迄款的用着迄个俗世迄款的迄个期待，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坚持伊家己对主的迄款安尼的信，伊坚持家己的信念，伊清楚知影伊家己所做，伊并无因为伊所做的会有受着人的质疑，甲着迄个安尼的迄款安尼对伊的迄款的批评，伊悠然伫迄个中间。安尼面对着遮个压力，伊伫迄中间，只遐勇敢来面对。伊认为讲为主所做的遮个代志是正确的，伊就伫迄中间，伫遐安尼，咱讲安尼，就咱讲奋不顾身，是讲安尼，就真清楚来伫迄中间，就来做即件代志。这也提醒咱，伫咧伫咱的即个信仰的道路顶面，咱需要，咱有可能咱会面临侪批评。我会记我伫咧细汉的时阵，每一届，即马可能较好一寡吼。以早国小，国小远足常常都是用那个礼拜六或是礼拜天去远足，对不对？对每一次远足的时阵，若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得用直接给老师讲，老师我没有办法去。这是阮兜的家教。我毋免搁等于问爸母讲我会晓去无，我会晓直接讲我就毋免去啊。
因为咱伫咧咱真清楚知影，所以有个人，我的同学捌伫遐甲我讲，林老师你啥那这么不合群？哦，大家人要出去佚佗的时阵，啥你拢袂用去，拢无要参加。我拢会甲问讲，啥那你拢要选礼拜六、礼拜天？你要迄落哦，要去佚佗的时间有遐济，啥那你拢毋拣其他的时间？咱有要伫咧迄个中间来坚持咱应该持守咱的信仰啊无？咱伫咧咱的生活中，伫遐来持守、坚持迄个咱应该守的，将一切用光归伫咱的主。咱来面对着迄个人对咱的迄款迄个世界的迄款世界迄个价值观啊，不管是对咱的迄款的批评也好，对咱甚至咱的行动的迄款的反对，也是压力等等遮的，咱有法度伫迄中间来坚持咱的家己的信仰，照着上帝伊的心意，咱伫迄中间来行啊无？所以有可能亲像讲，咱伫咱的工作的场所顶面，是讲亲像讲，包括亲像讲咱中间有侪老师，是讲咱有侪公务人员，咱伫咧咱的工作的场域，咱伫咧学校等等遮的，咱伫咧面对着即个道德的抉择的时阵，咱是毋是要亲像玛利亚共款？坚持迄个公义，甲着迄个真理，无受到即个世俗的即个观念伫迄中间来受到影响。咱像讲，咱最近即个迄个咱的新闻的事件，虽然讲我无非常了解即个规个新闻的事件，但是伫迄中间互咱真痛心的，我想。就是伫咧前一阵仔所发生的迄个小孩子受虐的即个事件，我听讲啦，听讲迄个即个社工好像社工师是牧师的查某囝，是毋是？是毋是？是吼。这件代志小可互我有一点震撼。这嘛要互咱搁一摆来去想，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真正有活出咱应该坚持、咱应该持守的信仰啊无？如果这若是真的，安尼咱要互主的名，到底是得到荣光，还是互主的名伫咧中间来受到毁坏？持守。咱应该持守的，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这个中间有侪咱需要去伫个中间，咱需要去坚持。所以求主帮助咱，弟兄姊妹，伫咧咱的信仰的生活内面，咱会面对着安尼各种的这困境，甲着迄个挑战。玛利亚拄好，互咱一个真好的迄款的一个咱讲榜样。伊对耶稣迄款的勇气甲迄个疼，伊将一切安尼奉献予咱的主。伊体贴耶稣的心意，伊伫遐坚持迄个信仰。所以咱嘛伫迄中间来坚持咱的信仰。就算讲咱所做的代志，有可能会面对着即个困难甲挑战，我相信伫咧像他咧讲着迄个即个虐童的即个事件顶面，咱若做一个基督徒，咱好好伫咱应该尽的代志顶面，咱尽咱应该做的本分。我想这个代志无应该发生，但是却发生伫咱的即个社会内面，佮即个顶面佮有。基督徒伫咧迄个顶面的时阵，安尼主的名伫迄中间煞来受到安尼污染，所以咱应该安尼，就算讲今仔日你伫咧咱的即个工作场所，
咱的顶师爱咱做迄个无下咱圣经的教师，咱有迄款安尼的迄个决心，讲好，我要行伫咧即个圣经的即个教师的顶面，我无要去尊重即个阮的即个顶师，伊对我迄款一种无下真理的迄款的即个行为也无，是咱要伫咧中间伫遐来和稀泥。期待玛利亚安尼的即个榜样会通诚做咱的榜样，诚做一个为主来活的一个人，无受即个世俗的即个束缚，咱伫遐来尽心尽性尽意来追随，来听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伫遐来效法玛利亚的即个榜样，伫遐来坚定真心实意来倚靠咱的主。因为咱有真侪时阵，咱无法度去伫迄中间来安尼。咱有真侪时阵，咱认真讲，咱真软弱，咱无法度。就有当时咱甚至咱毋知影要怎面对即个社会。咱是毋是无搁再倚靠咱家己？咱搁一摆转来到伫主的面前，伫遐讲主啊，但我无法度，我无法度来去面对，安尼我要安怎做？求主，互咱有迄款安尼的迄个对属天的迄个智慧，互咱知影，咱着怎样来去坚持做咱应该爱做，迄个坚持迄个对的代志。借着上帝的恩典，咱伫遐来勇敢来面对咱所面对的一切遮的挑战。我相信上帝，咱的主，伊会伫咱的生活中行奇妙的事来帮助咱。互咱伫咧经历着侪遮的咱所经历着的，搁过来，无搁再是咱倚靠着咱家己，乃是咱倚靠着咱的主，伫咱的生命内面，因为伊的掌权作用，所以咱要搁较侪来经历着伊的救赎，甲着伊的恩典，互咱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来人来伫遐来见证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大的作为，咱伫迄个中间来经历主伊怎样伫迄个中间安那带领咱去，咱讲去爬过、去跨越迄个原底本底咱无法度做的，也是讲咱毋知要安怎做的，遮个顶面、遮个困境，互咱真正会通伫遐来人来见证讲，咱的主是迄个搁真搁活的主，求主帮助咱。所以牧师共款。提供3个问题，咱好好伫咧咱即礼拜，咱会用好好来想，尤其即礼拜，佫是即个受难周，咱要怎样来面对咱的困境的时阵，咱犹原会通保持对咱上帝迄个款的信心？咱是毋是有愿意伫遐来牺牲咱家己的利益，来顺从主伊的心意伫咱的生命内面？第二，当咱面临侪遮的批评也是挑战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倚靠咱的上帝气力来坚持咱的心？咱搁要怎样？咱有欢喜愿意用到即个玛利亚迄款安尼榜样来安尼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啊无？无论咱周围的人伊怎样对咱的迄款的评价，咱伫遐来坚心实意，伫遐来坚持咱的信仰，来。做咱应该爱行，做咱应该爱做。第三，咱是毋是愿意伫咧中间来成做一个伫咧困境的中间，犹原来为着咱的主来见证，成做咱的主的见证人。咱是毋是愿安尼用着欢喜，用着迄个疼，甲着迄个诚心实意来服侍咱的主、咱的上帝，以及咱的人。照着主伊对咱的家事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搁伫遐疼人，亲像家己。咱伫咱所行所做顶面，凡事拢追求上帝的心意，无搁再掠咱家己的心意最要紧。互主伊的心意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安尼得到彰显。愿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咱搁一摆好来去想，咱今仔的经文原底真长，嘛。其他咱所有正兄弟会通转去好好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到15章，全章119节的经文，咱
今仔日虽然讲只有敢若用短短的几节，但是透过一开始的即个经文，咱搁一摆来去深想，主伊为怎样为着咱的罪来安尼受着遮个侪的遮个苦，搁咱跟对伊的人，咱是毋是欢喜要来跟对伊？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主你欢喜来安尼迈向各各他的这个路。主，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阮看见即个妇人人，伊安尼排除。即个世间人对伊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俗世迄款安尼的边界，甲着质疑主，但是阮却是要掠主你最宝贵，阮欢喜来献上迄个上宝贵的来互你，阮也欢喜要伫阮过来阮的生命内面，搁较体贴主你的心意。互阮真正会通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阮坚定来持守阮对主你的信，来活出一个，互人看见阮的生命，真正会通认出阮是跟对主你的，也要互人来看见阮，因为阮专心倚靠你，主你怎样来带领阮、引带阮来跨越阮生命当中的遮个困境甲难处，互阮经历。主你的迄个救赎，甲你的恩典，怎样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彰显？互人因为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因也要伫迄个中间来领受阮共款迄款安尼主你的迄个救恩甲迄个祝福，互阮真正会通活出迄个阮所领受迄个阿伯拉罕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祝福。就是万人要因为阮来得到祝福，主求主帮助阮，圣神引带阮，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互人因为阮来得到祝福，迄款安尼的生命，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为回应诗。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一定了会来。论主嘅大的眼光，已经大人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爱。
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打败那想那出去，那讲也那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真多袂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真爱讲这故事，就是要讲这故事，永远深深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心碎，犹我那要那嘴巴，你无再听到底，到底阳光的所在，有一点依恋的心，也是纪念这故事，是主的爱无边。我真爱讲这故事，就是要讲这故事，永远深深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这是咱幼儿徛着，咱用许多圣经来固定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人来受苦，定时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三真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方，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请曾建明跟花美珍这是来书献。
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甲阮一届伫全球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搁一届提醒阮，你为着阮所要留的宝血来实现阮所有的罪过，阮实在是遮尔的不悔，做你的囝儿。但阮嘛从阮你想输出阮的淡薄来做各位的内容，求你感纳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咱同齐用现代台语汉字本来念，来，备开始。有时有善车人甲恁做伙，恁若要不管时，就会当帮助因。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马太福音14章第7节。好，今日咱有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吼，来介绍吼。伊是住伫整山吼，咱伊对信仰有兴趣来咱遮个教会吼。第一个是黄志超弟兄跟陈兆英姐妹，我们鼓掌欢迎他。这场是台语的吼，后一场有国语的吼，他参加吼。搁一个是本来你多伦多教会在聚会，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吼，叫蔡燕凤姐妹是吗？好，在后面。好，我们欢迎哈，我们欢迎，掌欢迎。那我们来看报告。好，第一点。本主日为中树主日即日起进入受难周。那25到28，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8点到9点有受难周的祷告会。周间所有的聚会会暂停。那在29号星期五为受难日。那我们那当天的圣餐的礼拜地点在三星教会举行。那是在晚上的7点半。那下个礼拜31日复活节当天，我们6点有举行朝阳礼拜，请兄姐一起效法与基督同行的苦路。第二点，那25到28的受难的祷告会，就是下周每周的晚上8点有服事的安排，再来汇报请安排来准备。第三点，下主日的复活节含圣礼典的礼拜合堂上午是9点半。当日主日礼拜中合并清明节的追思有兄姐的故人照片，再请提供给干事那会后会有爱餐，然后会有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那肢体消息请参阅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就是4月13日的星期六上午9点与东山教会七星中会护理事工部有举行信仰的生活营如要报名的向会长来报名。那代祷事项请参阅我们本周的代祷函，并附上祷告的代价。那有关上周的聚会主席出席跟那个奉献的报告，请汇报我们就会向干事来提出更正叫署红表有排列的当工，请准备心。无事补充不过。那这边伫咱的这个肢体消息内底第二项迄个4月6号的这个伫咧暨南教会新中教育部举办的这个银发自主教会培训的这个课程计划不只是养护健康老化及那个高龄事工的多样性的说明会。欢迎咱对这个特别是这个咱这个高龄的这个事工有兴趣的兄弟会用来报名参加。其实上这个课程搁较重要的是咱要安怎帮助咱家己伫咧咱年纪大了后，要安怎帮助咱会通搁过一个搁较有健康老化的迄个生活
所以咱爱有法度帮助咱家己，才有法度帮助别人啦吼。所以若是对咱要知影讲要怎样来帮助咱家己有一个健康的老化，吼，安尼以后咱才有法度去帮助咱的厝边的人吼，咱家己的亲友所以嘛，若对即个课程有兴趣的人，会通来对办公室来报名。以上。好，我们一起来祝福公道，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信实的神，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永恒不变。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默想你的慈爱、恩典、你的荣耀及作为，帮助我们从我们内心深处发出至诚的感谢和赞美。神的律法就是神对于圣洁的定义，求神帮助与教导我们要怎样以神的律法而活。我们常常希望得到祝福，却不遵守神要我们走的道。我们是否会为自己走上正道来悔改？我们基督能拯救你，他的心为世人的罪哀伤，正因为他怜悯世人，才选择了以谦卑的方式来到世上，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受苦，使我们能奉他的圣名得拯救。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是永生的，与耶稣的关系是慢慢建立的。你是我花时间与他亲近，与他建立充满爱与顺服的关系。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认罪悔改的罪人是会受苦的。来到教会，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啊，你了解我们的需要及痛苦，求你帮助因疾病带来的不舒服，恳求你医治杨志强、银元、贤泽、林宗义、家珍、周国安、黄永新、赖允如、陈林珠因病受苦。在这考验的时刻，求你加添他们信心，求你大能护佑他们，恢复他们健康，心灵得平安。让我们持续的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你的话语，让这个社会有公义、怜悯、有爱。从我们当中看见有耶稣的形象，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指引我们。求主赐智慧给掌权者，使他们有能力，也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南洋教会只有让上帝的爱成为我们彼此间的连结，用爱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应许、赐福与恩典。我们可以学习用上帝的爱来成为人与人之间祝福的连结。感谢主，也为我们社教70周年的献堂的意向，有圣灵的光照、启发和引导，更为3月底后本会建堂的建筑师的遴选，有上帝亲自的差派与选召。现在更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明白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走在耶稣道路上的人。谢谢上帝，求主赐我们教会的牧师、长执弟兄姐妹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迎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吟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神三一上帝，大地的人在地的，从来也永远的的，不久不尽啊。
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搁一届来提醒阮，主阮需要伫阮的生命中，阮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来将阮家己来献互主你，搁用着迄个上宝贵的来献互主，互阮会通伫阮的生命中不断来体贴主你的心意，互阮真正会通坚持阮对主你的信。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就是效法主耶稣你的款式。伫阮面对着即个世界，有侪下遮的挑战，甲即个价值观无共的时阵，阮犹原坚持阮对主你的信，以及对你的倚靠，互阮伫阮毋知影要怎样行、要怎样做的时阵，有你圣神亲自的引带甲帮赞。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高举主你的名，来见证主你的名。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人成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后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